法尊大师在《入中论讲记》中说，中国佛教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性的毛病，那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沌性，抓不住佛法的核心；行为上集体的浑浑噩噩，自私自利和个人的马马虎虎得过且过；情义上的讨便宜不实际和好高骛远。本体似禅旅和不倒单禅修活动，是真正实现知识和能力并重原理重实修，尤其是原理八正道理正之正见排在第一位。如果我们原理不明白，接下来的修行会错误百出。通过思维本体学禅修，让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发挥其作用，走向世界，逐步地认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伟大性，佛法的科学性，培养科学的精神，掌握原理，高效精准地提高实证状态。愿更多的人走进实证修行队伍里，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。